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休閒小生煮嘢食啦。4日假期過咗咯，大家開心啊？係咪食到飽飽滯滯呢？我今晚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味時令夾開胃嘅小菜，就係冬菇肉碎釀節瓜泡。夏天到咯，食節瓜最合時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個小菜點做嘅話呢，記得花幾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每年5至9月都係節瓜盛產嘅季節，呢段時間食就最適合不過噶啦。至於好處方面，節瓜能夠有效降低膽固醇同埋血糖，預防便秘同埋去除水腫。對於老人家有腳腫嘅情況出現，食節瓜就最適合不過㗎喇。而處理嘅方法亦都係非常之簡單，我哋只需要用把餐刀將佢表面嘅皮稍為刮走，剩返少少嘅青綠色，咁就 OK 㗎喇。有網友會問：喂，點樣去揀一個靚嘅節瓜啊？當我哋拎上手，感覺到有短毛吉手嘅話呢，就為之新鮮嘅靚節瓜㗎喇。嗱，咁跟住呢，我哋就要將個節瓜切成每一嚿大概3cm 高度嘅節瓜泡，用鐵匙羹將中間嘅瓜囊挖走佢。方便之後，將啲餡料釀入個節瓜泡裏邊。我建議大家唔好挖得太深太闊，因為當個節瓜泡炆腍咗之後，就會好容易一喐就爛，跌咗個餡料出嚟㗎啦。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到處理啲碎豬肉啦，我建議大家買梅頭豬肉，帶有多少嘅肥，咁食起上嚟口感會更加嫩滑㗎。先加入1茶匙嘅生粉，1茶匙嘅生抽，大概1/4茶匙嘅胡椒粉，大概1湯匙嘅蠔油，1/2茶匙嘅糖，1/4茶匙嘅鹽，1湯匙嘅蒜蓉油，咁跟住撈撈佢啦。最後加入1湯匙嘅清水，繼續撈勻佢啦。放喺雪櫃最少半個鐘。我今次嘅釀節瓜泡加入咗適量嘅冬菇碎、紅蘿蔔碎同埋馬蹄碎。冬菇可以令到整體嘅味道更加濃香，而蘿蔔同埋馬蹄可以令到個味道同埋口感更加清甜爽脆，出嚟嘅效果啊，相當之唔錯㗎，大家不妨試下。咁跟住將啲冬菇、蘿蔔同埋馬蹄加落啲碎豬肉度啦，然後撈撈佢啦。咁個節瓜泡餡料就搞掂晒㗎啦。喺釀節瓜泡之前，先預備好大概1湯匙嘅乾生粉。喺隻節瓜泡嘅內籠裏邊，搽上適量嘅乾生粉，咁嚿餡料喺個炆煮嘅過程之中就唔會咁容易跌返出嚟啦。喺放入餡料嘅時候，盡量握實啲，令到啲餡料同個節瓜泡之間
盡量唔好留有空間。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嗱，咁最後調校埋個炆煮醬汁，用早前浸冬菇嘅冬菇水，加入適量嘅清雞湯，令到個總容量達到600毫升，然後再加入大概1湯匙嘅蠔油啦。跟住攪勻佢啦，咁個炆煮醬汁就 OK 㗎喇。開大火，加入1湯匙嘅油，油燒熱咗之後，轉中細火，慢慢加入節瓜脯啦。我哋先將餡料嘅表面煎封。然後煎封埋另外一邊。我呢度全程用中細火，將餡料嘅表面煎封咗大概4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加入早前預備好嘅600毫升炆煮醬汁。醬汁燒滾之後，蓋上鍋蓋，保持中細火炆煮25分鐘。OK， 搞掂晒，可以上碟㗎啦。最後淋埋個蒸煮醬汁上面，我今日呢一個冬菇肉碎釀節瓜脯又搞掂啦。呢個小菜工序雖然繁複咗少少，但係同台食飯嘅每一位都一定會感受到你對佢哋嘅一份心意㗎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食材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